我想选的人是于途。但是这么一来呢，好运来队就要重新选择一人做队友了。今天你会选谁？还是天宫的吗？我记得关博当时说过，好像可以从台下观众当中随意选择一位做自己的队友。我可以选择非职业的吗？这个可以，答应他。关博的确是这么说的啊，但是你确定吗？虽然我不知道你要说的人是谁，但是你确定他的水平会超过职业选手？前面的问题我确定，但是后面的我不确定。我之所以想选他，是因为他一直都是我的队友，我希望这一次也能跟他一起并肩作战。那你的选择是？我要先问一下我的队员。可以。可以吗？我没意见，无条件支持。我想选的人是于途。是不是也是明星啊？摄像大哥，你等会儿啊！你怎么就知道是这个帅哥啊？你也看脸啊？这位帅哥，到底是不是你？星海携着光而来，心若深爱，路人染裙摆，爱别出心裁，烟火被星辰青睐，转身才明白，心空了愉快，思念已心河。下面我们欢迎全国数学竞赛的金牌获得者高3、5班的于途同学上台发言，有请。花叶旁盛开，看着你眼里光暗了下来，才笑自己活该。心动了却怕配不上你想要的未来。欢迎啊，于先生，欢迎来到我的主场。烟火被星辰